差不多有200峰骆驼吧。我們要轉移向夏季牧場，要走差不多30公里左右，1天時間吧。待到8月底或者9月初，天氣涼了，我們就再進行轉場到冬季牧場。每逢轉季，新疆一望無際嘅戈壁灘上，都有上萬隻駱駝沿住古老嘅牧道，向海拔2000米嘅高山上遷徙。夏日降臨，牧民開始忙住為駱駝轉場。今年佢哋多咗一個好拍檔，講緊嘅就係呢一台無人機。學會了無人機以後，我用無人機放牧。今年轉場的時候，用無人機高空看駱駝的狀況，驅趕駱駝轉場更方便了。現在無人機既能夠高空俯瞰規劃最優路線，又能夠通過星光提示驅趕離群嘅駱駝。越嚟越多嘅新疆牧民使用呢一位空中哨兵進行轉場、放牧、草場巡查等，大幅度咁提升咗牧業生產效率。